OK，咁啊，大家睇到我哋而家呢張下嚟要介紹嘅呢張係嚟自香港嘅 Top Music 嘅公司嘅一張嘅作品。咁啊，呢兩位嘅歌手係一對嘅原創組合。咁啊，唔係 Top Music 係 Top Muse。Top Music 唔係 music 係 muse。跟住後邊嗰個 music。係啦，跟住係一張原創作品啦。一張原創作品，其實黃佩良呢位歌手嘅話係一位嘅香港嘅一位獨立創作人啦。係咁啊，亦都係原創嘅歌手，佢亦都自己好有才華啊，既可以唱啦，亦都可以寫，可以作曲，可以填詞。咁啊，呢張唱片係佢第一張嘅同佢嘅 partner 阿阮小姐阮小姐阮繼寶小姐一個合作，一個組合，一個組合叫做頂尖兒啊！真係好得意啊！真係呢個咁啊！佢其實呢一張唱片都好有特點嘅，佢亦都係可以講叫粵港兩地一個合作嚟嘅，係咪啊？係冇錯。咁佢入邊有幾首作品嘅話呢，係我哋廣州嘅音樂人啦，包括吳仲金老師啦，呢個包括鄧偉彪啊老師啦，即係一個合作嚟嘅，入邊亦都有呢個元素喺度。咁啊，呢張唱片裏邊呢，就全部都係佢嘅原創作品啦。亦都係既有男聲嘅獨唱啦，亦都女聲獨唱，亦都有個合唱嘅，即係佢兩個位嘅合唱。所以佢嘅兩個嘅個組合呢，佢兩個拉埋個組合呢，叫做頂尖兒啊。係咁啊，呢張唱片係為咗即係話嗰個呢個 Top Music 嘅公司嘅成立嘅5週年而特別製作嘅一張嘅唱片嚟嘅。等陣先啊，咁啊兩位其實已經係一個好長時間合作㗎啦，只不過就會合埋一齊出，即係組隊出碟喎，應該第一鑊啊！之前嘅話咧，都係黃佩良自己嘅個人作品啦，即係已經出過好似2張定3張，我唔記得嚇。OK，大概係咁上下啦。咁啊2張到3張嘅自己嘅專輯啦。咁啊亦都係佢嘅作曲咧，同埋即係佢嘅作品咧係好有一啲中國味嘅。佢好中意將一啲嘅古詩詞嘅話，就會重新嚟譜曲啦，嚟再自己一個演繹嘅。咁啊，佢亦都係我哋嘅，亦都出喺我哋嘅廣州影音展嘅上邊咧，亦都出現過嘅。係啦，咁啊喺頒獎典禮上邊，我記得係已經連續有2年嘅話會出現喺我哋嘅舞台上邊。咁今年我相信亦都唔例外，亦都大家會喺我哋嘅頒獎典禮同埋我哋嘅音展上邊咧，亦都會睇到佢嘅身影嘅。上年有嚟啊？係。我冇印象啊！記得前年應該係有嚟。係啦，咁啊，佢呢張唱片入邊嘅有一首叫做《誓愛不變》，就係由吳仲金老師嘅作曲嚟嘅。咁啊，然後有一首歌叫做《燃亮》，入邊有一首歌嘅《燃亮》，就係阿鄧偉彪老師嘅一個監製嚟嘅，一個編曲嚟嘅。係。OK，咁我哋不如聽聽佢呢一首嘅主打作品，就叫做《奮戰》，係一首嘅合唱歌，佢頂尖兒嘅合唱歌，叫《奮戰》，加油啊，黃佩良！前路往莫怯慌，一飛衝燒自堅剛，無後退不心虛，攀登頂峰升之最。可一不可再，機會那機會過了，莫至於之外，盡力去幹，用血共汗，漆黑暴雨過豔陽，重來。志氣衝天蓋，縱失望咪失望，嘆氣，用自信創未來，莫忘過去瀝奮期待，笑聲日滿載定見豔霞彩。駭浪擊退，如困境不方直去，江風勁吹，受創傷亦無後退，一心一意，目標清晰定見，終於雷電
去黑天空一邊，前路往莫怯慌，一飛衝霄自堅剛，無後退不心虛，攀登頂峰成之最。咪失望，嘆氣，用自信，創未來。莫忘過去的分期待，笑聲一滿載定見炎下錯。駭浪，擊退，如困境不方直去，江風勁吹，受創傷亦無後退。一心一意，目標清晰定見，終於雷電撥去黑天空一邊，駭浪擊退，如困境不方直去，江風勁吹，受創傷亦無後退，一心一意，目標清晰定見，終於雷電撥去黑天空一邊。佢啲係啦，佢啲歌其實都好正能量喎，真係即係好勵志啊！咁啊，所以呢位歌手嘅話係真係前途無量啊！我哋期待住佢攞到更好嘅成績。佩良英文名咁複雜嘅，咁啊，當然啦，佢哋都喺呢個香港嘅某啲視頻直播媒體上面咧，係做直播嘅，有興趣大家可以去了解。其實呢樣嘢都好流行喎，我真係。即係而家好多嘅世界都做直播㗎啦，而家好多歌手真係好多藝人啊，即係都係紛紛開自己嘅直播啦嚇。而家全世界到處都直播㗎，即係除咗即係日常一啲嘅正常嘅工作啦，即係話其實佢哋都係好多嘅藝人啦，都係會開咗一個直播喺度嘅，咁樣更加好宣傳自己啦，更加好呢個宣傳佢嘅作品啦。係啦。